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。我是岳云老师，今仔日要介绍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呢，是詹雅雯小姐的新歌《故乡在这》，真好听啊！小等下介绍给大家听了好听。赶紧来去买这个 DVD， 回来享受一下哈，真正是好听。但这个 DVD 呢哈，那是这首好听，各首拢就好听的，而且原唱是詹雅雯啊，连词曲拢是詹雅雯小姐自己担纲，自己来创作哈。来，首先咱看一下哈，这是一个 A 大调的歌曲啊，一个小节有1、2、3、4、4拍，然后速度呢是80啊。来，首先岳云唱一段给大家听，来，咱先看一下啊，这个第一个音是咪咪咪咪啊，来速度呢80了，我们把节奏器打开哈，1、2、3、4，风吹在背，虽然看山，亲像出我的囡仔。年年月月，思念亲像山，一山又连一山。哎呀，我们唱到这里才把这个第一段的主歌唱完了哦，大家有感觉足好听的无？有吼，哎，赶紧来给大家介绍这首歌哈，来这1、2、3、4。咪嗦拉哆拉哆拉嗦咪来，咪嗦拉哆拉哆拉嗦咪，风吹地背地啊，这里有装饰音。风吹地背，虽然看山，加有装饰音，再来一次。风吹地背，虽然看山，拉哆瑞哆瑞哆咪嗦拉嗦，2、3、4，拉哆瑞哆瑞哆咪嗦拉嗦，2、3、4，亲像出我的囡仔。亲像出我的囡仔，2、3，换气，咪嗦拉哆，嗦拉哆，瑞哆咪，2，咪嗦拉哆，拉嗦拉哆，瑞哆咪，咪嗦拉哆，拉嗦拉哆，瑞哆咪，年年月月，思念亲像山，年年月月，思念亲像山。瑞咪瑞哆瑞咪，瑞哆拉哆，2、3。瑞咪瑞哆瑞咪，瑞哆拉哆，2、3，大家有发现吗？这个半拍2个音，这个1拍2个音哦，它明显的比较快，对不对？瑞咪瑞哆瑞咪，瑞咪瑞哆瑞咪啊，这个要快一点哈。一山又连一山，一山又连一山，一山又连一山。哎，来，拄则袂记个老调，给大家介绍。这思念的念，读完是嘴巴要闭起来，这是个闭口音啊。这个一山一山，这是促音，是短音了哈。来，咱唱到这呢哈，主歌就唱完了哈，后面就是副歌了。那主歌呢，来，我们来把第1行连起来唱啊，第1行连起来唱。第2行你看反复的时候，第2行也跟第1行歌词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唱啊，1、2、3、4，风吹地背，虽然看山，亲像出我的囡仔。年年月月，思念亲像山，一山又连一山。2、3，好，来，我们来唱副歌。
嗦啦咪咪瑞哆咪，这个嗦啦是后半拍啊，不是正拍，正拍是休息，前面半拍是休息。嗦啦瑞咪瑞哆咪，嗦啦瑞咪瑞哆啦，再一次，嗦啦瑞咪瑞哆咪，嗦啦瑞咪瑞哆啦。行过我远的路，看过我最繁华，我最哎，我有加装饰音了。来，在这里，行过我远的路，看过我最繁华。啦嗦啦哆哆啦哆，啦啦嗦瑞瑞瑞咪瑞哆哆瑞，啦嗦啦哆哆啦哆。啦嗦啦哆啦啦啦嗦瑞瑞瑞咪瑞哆哆瑞，啦嗦啦哆哆啦哆，啦嗦啦啦啦嗦瑞瑞瑞咪瑞哆哆瑞。来，我们来唱这边。心内永远拢会记，黄昏的香味阿母的叫声，搁一摆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黄昏的香味阿母的叫声。哎，这里。拢永远啊，这里有装饰音，远啊，也这个拢啊拢哎，所以这里都有装饰音呢。心内永远拢会记，黄昏的香味阿母的叫声，阿母的叫声哈，阿母这个 A 长一点点啊，这个阿母很快哦，阿母的叫声，来继续来。嗦啦瑞瑞瑞哆瑞咪，嗦啦瑞瑞瑞哆哆嗦啦，嗦啦瑞瑞瑞哆瑞咪，嗦啦瑞瑞瑞哆哆嗦啦。哎，这里这两个很像哈，嗦啦瑞瑞瑞哆，这个前长后短，瑞哆瑞咪，瑞哆瑞咪，我就办瑞哆瑞咪，哎，前面要唱我的路。我的路，哎，这个的路是平均的，这样嘛是同款。我最繁华，华啊华有两个音呢。我最繁华，我最繁华。来，我们从这里无论这里前半拍要休息，3、4。无论我最我的路，无论看过我最繁华，搁一摆来，无论行过我的路，无论看过我最繁华，啦嗦啦哆哆啦哆，啦嗦瑞，来拿上来一点来，啦嗦瑞瑞瑞哆瑞咪，哎，嗦啦瑞瑞瑞哆瑞咪，嗦啦瑞瑞瑞哆哆嗦啦，嗦啦哆哆。嗦啦啦嗦啦哆哆啦哆，啦嗦咪瑞瑞，停，啦哆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来，从这边。嗦啦瑞瑞瑞哆瑞咪，嗦啦瑞瑞瑞哆哆嗦啦，我们唱歌词。无论行过我的路，无论看过我最繁华，哎，继续来下面。啦嗦啦哆哆啦哆，啦嗦瑞咪瑞咪瑞瑞，啦嗦咪瑞瑞，啦嗦啦哆哆啦哆，啦嗦咪瑞瑞。啦哆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来，我们从这边呢。心内永远拢会记，会记要装饰音哦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美丽故乡伫这。2、2、3、4。2、2、3、4之后，我们看到这是什么？反复记号哈，它写间奏料小节后反复。来，我们唱这边来，美丽故乡伫这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来再来6小节，2、3、4， 2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，准备2、
山寺，风吹地飞唱第二段，虽然牵线，亲像出我的囡仔。年年月月，思念亲像山，一山又连一山。行过我远的路，看过我多繁华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山的香味，温暖的土脚。来再来。这个第二次唱第二次反复第二次的时候，这里歌词不一样哈，我们一样从这里。行过我远的路，看过我多繁华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山的香味，温暖的土脚。无论行过我远的路，无论看过我多繁华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美丽故乡。的家2、3、4，好。这个第二次唱到这里，的家2、3、4之后呢，这一小节不要唱，马上接这里行过这个第3次由此开始，有没有啊？马上接这里第2行啊，马上接第2行来，所以我们从这边接啊，我们从这边接来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美丽故乡，的家2、3、4。行过我远的路，看过我多繁华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山的香味，温暖的土脚。无论行过我远的路，无论看过我多繁华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美丽故乡。的家第3次，请这里啊，请跳下一小节，你唱这个的，紧接这里，美丽故乡，的家2、3，美丽故乡，瑞咪瑞哆，然后这样就结束了哈。所以这首歌呢，我们唱了2遍半，来，我们把最后一句呢再练习啊，我们从这里美丽这里来哈，来。美丽故乡，的家2、3，行过我远的路，看过我多繁华。来，我们暂停一下哈，的家2、3，然后呢，我们唱这个家2、3，然后就要接这个行过，因为行过是第4拍，对不对？所以家2、3。行过我没马上接哈，马上接来，我们再来接一次来。美丽故乡，的家2、3，行过我远的路，看过我多繁华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山的香味，温暖的土脚。无论行过我远的路，无论看过我多繁华，心内永远拢会记，美丽故乡，的家2、3，美丽故乡，的家庭啊！来，这首歌呢，唱到这里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，好听无？赶紧来去买一块 DVD 啊，回来欣赏一下哈。不但是歌好听啊，连 MV 看起来都很感人哈。今天给大家介绍詹雅雯小姐的这首新歌呢哈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？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哈，欢迎大家到 YouTube 哈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的频道来给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哈。如果你有喜欢的歌，希望岳云老师来网络上面教唱，也请欢迎在这个视频的下面的这个留言来给我们告诉我们哈，我们就来试着播放给大家啊。今天这首歌呢故乡一家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